Ina, mandiyan saan? Kailangan, Claudio na ni Pulalang Andre. 嘎嘎，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婚前的准备这个话题。目标是到达结婚嘛？对，所以在这之前，能够以旁人组来说，在结婚之前的历程，很像你经验很多。当主很麻烦因为你主持过很多婚礼嘛，你见证很多步入坟墓的，就是你见证了很多人那个嘛，开花跟凋谢的时候。对，这样讲对。切入点是以前可能民国60、70年代的那个时候，在部落那个算还很单纯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像你讲的那样，就是一定会在部落里面有年轻人的聚会，拿吉他还要清晨吧？不立法不是清晨送。我不晓得我几点的，因为我没有送过。你高冷型哦，没有，我们送瓦斯。好务实哦。谁要很难起火的？现在瓦斯炉比较重要了。以前就真的是那样，就是要各种的表现，还要主动去调查人家家里种什么，然后还要主动去帮人家的父母亲忙。他们家是种芋头的，然后故意那个季节到了，就是说，我可以帮忙，然后我就去这样。就是会主动默默的出现，然后就说赶快给到我，就是我们可以来帮忙。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就是可能对他们家的女儿有兴趣，说你是一个可以有能力顾田顾家的人，所以会去女方家里他们有在农忙的时候，他就会去帮忙。女方的家长就会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信靠的男人，这样。这样就是年轻人已经真的交往了嘛。不过有一个环节是要去伊巴拉的那个中文可以怎么去形容？它是就是打招呼，就是主要就是先确认，就是其实就闽南人的习俗的话，应该就是拜会对方家长啦。对，这种感觉。那我们的伊巴拉其实也是确认双方在一起了，那个是现代。对啊。可是如果是早期的那个伊巴拉，是以前老人家比较强势嘛，就会都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家长已经去伊巴拉，未来是否有机会结婚这件事情，以前讲求门当户对，对，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如果你想要维持贵族的身份，你必须要一直都是跟贵族同婚。严格一点的是，如果你今天超过3代没有跟贵族同婚，你们家就会渐渐式微，身份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淡，所以你们的传统的地位就会越来越小。那个叫做死了加达达达。可是我刚听到一个重点是说，去伊巴拉的时候是双方家长的见面，是吗？家长彼此的。对，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搭，身份也一样，然后我觉得会不会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更进一步。这是以前，对，因为我联想到的是说，这个古代的那白人，他们见家长的时候，通常是年轻人决定我们稳定了，我们想要告诉彼此的父母。对啊。如果已经到了父母相见的时候，算提亲了。对。用平地人的思维的话，对，已经提亲了。对。所以对于伊巴拉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种程度。还没有。就 say hi 而已。对 ，say hi 而已。要说几次 hi？1到3次都有可能。你说你一次有可能是同一个部落，或者是附近的，本来就熟。对，本来就熟。那如果有一些时候是别乡的话，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规定，或者是可能就真的不是很熟悉，也有可能会2次、3次，也有可能。对。我这边听过的是最有趣的是要伊巴拉3次。第一次要去的时候，第一次要去的时候就via伊巴拉。Musuh Tata Musa Papaya Acuba
他会带一些什么？哦，煮的嘛啦，饮料啥娃娃啥那印尼料，印尼马爹料，就是不能太多。印尼马爹，好吧那把的话了嘛，5两，这个不能太多。对，就是意思到就好。那一对当事人要在场吗？可有可无。其实是呢，我们台湾族太讲求家族对家族嘛，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家族的长辈去应对这些事情。当然，年轻人也可以参加，对，因为现在其实都可以。可是大部分这个伊巴拉的主角真的是家族长辈。第二次过去也是就继续聊，就说好像越来越稳定咯，好像以后真的在怎样哦。对，就第3次很有趣，是女方要到男方家伊巴拉来看男方的实际的居住环境跟地，然后还有田。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因为他们的女儿可能要嫁到我们家，所以特别来去带着他们家里的家族成员来看一看。这样子，他未来的生活环境这样。对，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是所谓的把大巴人就是比较严肃，协调聘礼的内容，对，结婚跟要彼此确认，要办怎么样，要准备什么，对，要办怎么要求样，聘金、聘礼，然后婚礼的形式。跟那个彼此传统地位的确认，哄抬身价的时候，对啊，一定先报高嘛，可以再杀价，要有一些阿索比。如果给杀价，不是会显得很弱了吗？我们不会是杀价，这个词其实真的很杀，可是通常女方那边如果报的真的比较高，就是我们的族语叫做要拜托恳求，要都巴不格里，到乌里西，就是要都巴不格里，就是变小一点，变少，那个聘金聘礼变少一点，就是要。伊巴拉回来之后，双方家长也都还是有功课哦，他们会开始透过自己的人脉去打听这个家。他们到底实际的在部落的人品如何，宗教信仰如何？信仰也是蛮重要的，这很重要。宗教信仰如何？然后他们这一个家族就是有过什么，就是经典人物，还是有过什么样的状况？他们关于他们这个家族的生活脉络都会打听。所以谈到好为止。也不用也可以谈一谈破局对啊，还是有破局的例子啊。对啊，然后听过就是谈破局，然后就年轻人可能也等不了，所以可能就是直接先有钱有孩子。你总是可以找到缝隙呢。就是我们真的还是想要在一起。但是因为这有时候传统的事情，如果真的拖太久的话，有一些人就会选，那就没关系，那我们还是继续在一起。可能就不小心怀孕了。那怀孕了之后，其实双方家长更没有理由去拖延或坚持这段婚姻，就是要不要办，就是一定要的嘛，因为有夫妇了啊。对，听众朋友们有学到一招咯。好。祝福你们哦！不过还是要先想清楚，准备好当父母了再怀孕。对了，对，因为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们的婚姻跟孩子是经历了这一长串的历程的话，那未来会是2个家族在支撑你们吗？对。如果你先有的话，可能会面临。尽可能还是先确定自己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已经准备好要当父母亲的角色之后再怀孕，千万不要因为就是要让就是贪图一时。对。你像过来人了，最近大儿子还好吗？是真的问。就这样。如果真的谈好了。就可以进到，我想一下，
有一个叫保骨子的环节是指保骨是指已经某某好不保骨子？保骨子，哇，我们来一起。没有，对，只有大厚厚。那个是泰国香的。哦，但你没有听说？有，比如说我的孩子是女生，大概国中还没有年轻，就是在国中、高中青少年而已，他们就会互相约定，约定啊，不一定是要结婚，可是这个都会挑，一定会挑，对，会挑，他们一样是那个地位是一样的。对，也是为了家族势力的策略吗？对，好委婉，好怕，好怕被骂。他们好容易这次你好像有一对在大后那边。对。那假如他们长大了，也就真的相爱结婚？不一定。我说假如有的话，那就最好。哦，老人家就会哇，神仙眷侣咯。对。可是很多都不会。哦，这个可以录吗？这个可能不行。保护死，我来依旧没有字。这个对我们就有点陌生。那回到我们刚才的重点，说协调完那些聘礼以后就可以那个办婚宴。对啊。那我一个好奇是，不是会有一个环节是东西要摊在地上，然后要点吗？这个行为，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把大巴的其实通常对外的解读他们会直接宣称说是订婚，可是我会觉得这个用词有点不精准，因为把大巴的是女方会先说你们来把大巴的话，那你需要带什么饮料啊，还是要带什么或者是吃的啊，然后把大巴的会其他你们的亲友跟我们的亲友都会到，所以我们要各自怎么样准备，各自怎么准备吃的，不是只有男方准备吃的，女方也会准备一些，或者是干脆方便一点，我们就直接摆桌，那我们要摆几桌，你们负责几桌，我们负责几桌，这样，然后到那个当下的时候，就把到了那一天，就男方到女方家，然后把女方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就会带着，然后放在那边。然后通常不会太过分了，因为那就是一个大家当天要一起食用的食物。然后到现场之后，就是把到的那一天，到现场之后，就会开始互相彼此家族间的介绍，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确认彼此的家族介绍，贵族的血有多浓，有多淡。那他适用的传统的聘礼有哪些？到什么样的礼数，都会在那个时候敲定谈定。然后这时候大家都还在那边的亲友都还不能吃饭哦，也不能动任何饮料哦，因为只是还在谈。然后谈到最后就彼此 OK 认同之后，就会有人告诉外面说我们现在谈妥了，那我们可以开动，就可以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会再跟所有的亲友公告周知，说我们刚刚谈完了，那聘礼多少，传统多少，聘金多少，婚礼的形式怎么办，那教会的婚礼形式怎么办，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会全部一次的公告周知所有的亲友。所以婚礼那天就会带办法确定好的东西，就会在婚礼的时候出现。对。然后如果有差池的话，就退婚。对，就 stop。我好像有听过，就退回去，现场补救，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补救机制？但我最近听到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自己的亲戚啦，跟三弟们的结婚，大家谈好说彼此的需要是什么之后，确认好要买哪些东西或准备什么东西。女方那边就直接跟男方说，不如这样，如果大家省事，就节省那个准备的时间，那你们先给我们一笔资金，然后我们来去处理那些聘礼。代办，对，然后这样代办的东西是100%不会出错。对，如果我们彼此信任的话，然后我们也彼此可以理解的话，那这样有这一笔钱，那我们就把那些传统的聘礼跟礼俗都
办完，就是买好，采购完成，反正到时候我们会准备好，等到婚礼当天，你们就直接把那些东西搬到你婚礼现场就好了。有听过，因为像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平地人跟原住民结婚嘛，或者是别族的，对啊，对，不然你要请那个什么请新皮的人，还是万丹的买桃虎也是。对啊，买桃虎买羽毛，然后还要做传统服饰，对啊，做那个买瓮真的有点难。他等一下买到那个酿酒那种瓮怎么办？可是就很尴尬了。而且小米酒如果没有买对，这也很麻烦。对啊，对，比较省事啊。有一些人我渐渐有听到，因为可能还是这可能也是一种职业发展。代书说代书，不然买那些也是要跑很多地方呢。对啊，还要定做衣服，不是也是很麻烦。也要定做衣服，然后你看那些什么竹子吗？还是什么要相思树，还是什么树的那种？对，那个都要，然后还有香蕉嘛，香蕉要是两大，不是一串一串切好的，是要直接一长串，那个叫一长串一株吗？对，还要槟榔，如果他是都市人，他要去哪里？要加油啦，要加油哦！或是就不要找那个啊，太贵的。现在有人不是贵族吗？有啦，还是有啦。可是有时候他们常常开玩笑，你去来高中，你随便叫一个很高，全部人好多人会回头说哇，好多。现在平民是那个保育类了啊。对吧？也没有看过平民的衣服了。可能也因为现在少子化了，大家生的比较少，所以大家为自己的孩子争取的名字、族名都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阶级。而且现在会赚钱了嘛？不是。你想讲什么？好危险的发言哦！你是说透过包红包这件事情取得很厉害的名字吗？是有听说啦，但对啊，这个祖灵真的会生气呢。好了，我开玩笑的。就是我们明明是在意的是血这件事情，你有那个血才有那个名字。是啊，对，所以我先澄清，我就很紧张。我现在好多名单呢。我先澄清，在我脑袋出现好多家族的名单。对，从北到南，对。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入侵嘛，能够赚钱，你有能力的，那渐渐的我们会用金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或者是换取这个事情嘛。对啊，所以就松动了。哎呀，松动。我们先进广告，不能再说了。有一天我们再来聊这个阶级乱象。我们再找一个老一点的，不然会很像我们年轻人在胡说。对，我们再找一个老一点陪我们聊一聊这个。我们没有要评价别人，就之前是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对啊，你们自己感受，这样自己感受。回到我们的重点是，他们结婚的那天，那个虾聘有一个专有名词嘛，那个桥段。妈妈，个虾聘淋一下呀喂。就是不是因为不只是上到嘛确定，而是当天就是外籍马路达的马拉阿布里西，就是那些嘛。然后虾聘完就中午宴客。虾聘完，然后就验货啊。是这个环节。他说把达的验货。那虾聘早上是头目的。对啊。我们刚刚在还要分时段哦。因为现在台湾族没有平民哦。好。那补充就是一般的就是婚礼现场。我只知道。就是跳舞。刚刚讲的那个早上大家5、6点起床去搬的那个是就妈妈的那个贵族，对，贵族家的女儿，对，贵族。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在舞会跳舞。顶家妹结束，然后下午不是要跳舞吗？就是在那个跳舞的过程当中搬进去会场中央。如果有漏怎么办？也不能后悔了。舞都跳了，没有，会先验那个货，对，验完那个货确定才会让那个新娘跟新郎喝交杯酒，就是大家先跳嘛热场，那时候新郎新娘还不能牵手，然后要先新郎要
下聘之后，把聘礼搬到中间，然后双方的媒人会验货嘛，验货确认就是那巴萨鲁说西尼巴朱罗那萨瓦内都有确定了完了说会进入到那个巴达特了。对啊。那如果念不好说不要这么早，还有我们自己的老大姐姐美女也是一样早上哦。对啊。所以跳舞的时候，宾客们在跳，然后中间正在点同时发生的 check， 那么验货都是确认的话，那么把少说数量跟那个礼聘，那时候确认了才会进行接下来就是新郎新娘喝那个交杯酒的仪式，一起喝完那个交杯酒，接下来他们回去跳围舞才可以牵在一起。那个交杯酒就那浪啊那种，还是浪对啊，浪啊，对，不是手交叉那种，对浪啊，连杯啦连杯啦，我怎么想交杯酒？连杯汉化咯，对，连杯。今天的资讯量够了，你先熬得过前面，我们再听下一集关于尹家麦的现场要注意什么事情。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伊瓦拉打招呼嘛吼，招呼 ，OK， 把大把就是那个协调，对，来协商的过程，对，李米喜下聘，人马一案3.5，围舞，好，在此更正，围舞，然后最后就可以不择2结婚。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点选下方的资讯栏。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加维利，一见呢，么祖祖巴南。